然后我们呢就讲说五八五呢就是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那5个呢它是成手作智，然后8呢就是大圆镜智，然后6就是妙观察智，7就是平等性智这样呢我们把它连起来比较会印象深刻。我们呢因为5、8呢是果，6、7是因我们要从因转所以从第6妙观察智呢入手一入手了以后就转到第7的平等性智，然后6跟7转了以后就回到前面的5那个成手作，因为呢我们第6跟第7命令前面眼耳鼻舌身，然后他完成第6、第7的命令去做，就成手作然后已经呢完成以后回到最后的第8呢阿赖耶识就是大圆镜智所以那个最后一个大圆镜智这个4个全部都是真所以达4等同真这样有没有比较那个印象清晰了堂堂呢法界性无佛亦无人这个呢跟最第一个那个堂堂显现佛性堂堂显现那个一样这个堂堂法界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堂堂法界性，然后呢无佛亦无人，就表示没有分别心全部都是我们的法身，全部呢是我们真心佛性。那么第7个摩诃般若照，摩诃呢就是大般若呢就是妙智慧般若妙智慧我们了解到大摩诃就是大般若呢是我们的妙智慧，是佛性本体所发挥摩诃般若照了以后解脱甚深法就可以我们有般若我们就可以解脱了完成的所有一切我们都能够了解能够呢超越了所以解脱完成所有的苦，解脱甚深法这个能够有般若能够呢到达解脱这个法呢甚深法法身极昧体我们呢能够解脱了以后把法身极昧体就整个都呈现整个我们的佛性本体全部都呈现。然后3一理圆场这个呢就是3身1理本来呢它呢都是圆满又是常住不迁3一理圆场意识供其处此名常寂光。我们呢要了解到那个供其就是呢我们能够圆满我们呢供能够圆满，跟佛都一样的叫供其已经跟佛相等齐了此名常寂光，就是呢常寂就是理天理天呢就是常寂所以我们呢已经呢回归到本来了。
那么第八那个碍住啊非墙壁，通处呢勿虚空，就是妨碍我们的不是墙壁啊，这个跟我们实际的状况完全都这个相反那个墙壁就是妨碍我们通行，可是这个呢就讲碍处不是墙壁。然后通呢通就是我们可以行走可是呢这边却讲说不是虚空，虚空本来都是通的，可是都呢没有让我们呢能够通行所以都讲跟完成呢相反。若人呢如是解，假如说我们有办法了解到这个状态，了解说呢那个妨碍不是墙壁，然后呢虚空呢也不是呢流通，这样的话心色呢本来同，就是我们的心跟万象本来是一样的，跟呢我们之前讲那个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持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是一样的意思啦所以也一样意见有一点高所以我们就去了解，我们修道有时候呢跟凡尘竟然都是相反因为我们都以为身体是我，然后整个万象都是外法我就是内，外万象都是外。可是在真里面没有内外全部的万象也都是我的心。我们一般知道呢就很难接受了各位想想看，万象都是我的心，我们会怎么讲？假如说没有研究性理心法，一定会说那个神经有问题要去看精神科为什么？因为整个那个我们的理路已经不通了，跟凡尘你要跟他讲已经讲不来了。可是我们就是了解到讲真理的部分就是它没有两边对待。那假如说我们还在身体是我，外面万象是外，这样就已经是两边对待了两边对待我们要了解就是生灭，有变化有生灭。那有变化有生灭，我们就进入六道轮回我们在六道轮回就是受苦。你能够修的话你一定要修到心跟境已经一如，就是外面的境也是你的心，你的心跟外面的境是一样是一体的。所以你在生活之中你就到无己，你在生活之中你就没有对待，高不高所以这个是做不到的，而是看我们要不要。你假如说要偷来，你就是一定要到绝对的真理，没有对待。你假如说在对待，一定生灭有生有灭，一定六道轮回。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明确的说，我是现在凡尘，不告诉众生生灭法，因为生灭法是六道轮回我不告诉众生轮回的方法，我要告诉众生脱离苦海你要脱离苦海，你就要
到达绝对的境界，没有相对。所以佛已经做到，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就是没有两边，都是一体。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他做到了成佛。那我们众生呢，都还不要说做不到了，听都没听过。没有听过怎么修啊？就没办法修。所以我们要先听，先了解，说原来万象是从我的佛性生发。所以我们的佛性叫称如来藏。我们佛性是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含藏三的大地。所以有时候我们接受到真理假如说全部都没有听过，会很震撼怎么会是这样？可是当我们慢慢了解，看以往所有修正的，他说的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是以往的禅师他修正所说了，或者说把它呢记载，然后我们来研究，我们也了解说为什么在西元1000年西元500年到1000年那个中间我们中国的修道非常兴盛，所以那个时期禅师很多到处都是在谈修道的事情，都是身体力行，不是讲理论的，是真正的在做。所以很多呢在问什么是道？然后禅师他怎么应对？不讲话。然后那个问的人他已经回头了，就是你不爱赢没差我就爱走。然后当他呢走了以后他就讲奢离就是修道的，你问道你就想修道了。那个一讲话以后他就回头，他说这个就是你问的道，就是你回头，你为什么回头？那个就是道。是不是都要用行动来体会？所以这解惑学也讲说那个时机也有那个一指禅。什么是道？有没有？各位浅显，我们想想看，我们问人家什么是道，人家伸出一只手头，一只手指头出来，我们会说一只手指头是道，一定也体会过来，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意境我们把它讲出来，就是我们这个道是无所不在，然后这样它已经在动了，动的容易注意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一只手指头是谁看到？就是佛性，那个就是道。你看这样，以前禅师的教人是这样，什么是道？没讲过，只有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说，原来可以这样体会。我们没有说的话你说毕业一世人你还阁唔知道讲这是在创啥，对不对？我们绝对不知道这个就是因为要你体会，谁看到这个在动？就是佛性佛性就是道这个就对了没有很多语言很简单的禅师教的方法都是很简单的，而且我们看
这个长沙和尚说的也都跟我们凡尘相反。爱吃灰墙壁，墙壁一定我们走不过去啊，怎么会不是妨碍呢？然后虚空我们可以通，他竟然说不能够呢通行的。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已经到达我们的心跟境合在一起，就是无极的状态。已经到达无极的状态。已经呢我们修要追求的就是无极。无极的状态已经呈现。我们假如说肯做，我们在生活之中先把那个分别心淡薄，不要分别，慢慢的把境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都是境，境就是心，这样的话慢慢接近没有分别心的状态，那个叫正性，正悟本性。正悟本性就成佛了。所以成佛了以后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凡尘，离得远不远？离这个状态远不远？我们就了解到我们不要说做了，连听都没听。连听都没听过，你怎么去修道的绝对？修道没有对待，要怎么样到达没有对待？就要重新从你的心开始了解，说真的道没有对待，道无极了，已经回归到我们常寂光，就是无极状态。我们已回到本位，没有两边了，没有分别了，我们可以到达。可是你看我们道很殊胜，我们求道就跟我们讲传理传给你信理真传，真传信理真传，要你得到无极，要你得到常寂光。我们都得到都不研究，不了解我们所作所为，各位就看离这个状态远不远？就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自我勉励，这个是一定要自己从内心做才可以到达。我们要先认识强一定要加强我们对我们佛性本体的肯定。你对佛性本体肯定，你做的才有力道。你假如说怀疑有吗？有佛性本体吗？那就已经颠倒了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先我们认识佛性本体，然后一直这个加之岁月一直增加，然后我们对佛性本体越深入越了解越肯定越能够发挥它的大用。它大用一发挥出来，各位就要了解大用发挥整个山河大地全部都是我们无极生发。山河大地是不是从无极生发而来？我们全部山河大地回归到无极已经回归到本来所以一定要透彻了解这个真理。最甚深最甚深很深，法界的人生便是心。所以长沙和尚说，我们法界我们的人的身体便是心，全部都是心已经到无极状态。
迷则迷心为众色，我们没有了解迷昧啊，都以为啊，万象那个众色啊就是万象，我们已经迷昧我们的心啊，变成万象，已经呢变成万象，务实啊，假如说我们能够领悟刹境啊，是真心。这个刹土啊，就是佛土啦。佛土啊，整个环境啊，都全部是我们的真心呐，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样的。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以往的禅师啊，怎么修到这么高的程度啊？我们迷昧了都以为万象。那长沙和尚说，万象都是我们的心呐，我们已经迷了，迷了以后才变成万象。不迷的话，全部都是我们真心。万象啊，全部都是我们的真心。身界，我们的身体呀，跟世界啊，这两层，完成啊，无实相，没有实在的相，因为它都叫虚相变化。我们知道说，整个这个世界啊，它也都一直在变化所以这个呢，都没有实相。实相就是没有形象。我们身体有相，这个都是假的，会变化。那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它就是实相，变化。所以身界，我们的身体啊，跟世界是两层啊，都呢没有实相。那分明达此啊，好知音。我们假如说能够了了分明，达到这一种状态，安尼的已经呢回归到本位了啦。就是知音人。你看他程度啊，高不高？下面样判断。所以啊，到第9这个地方呢，全部呢都是长沙和尚呢，他所说。那么那个时间啊，在西元862年，都是还没1000年。我们现在2014，2014年，他在这个862年，已经呢蛮久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讲的话能够流传下来，就是有它的价值。它让我们可以啊，追随他的道路，他讲的那个方式啊，也一样走到长极光，到无极理天。那么底下呢，这个是杭州径山呢建宗禅师啊，跟法济大师讲，那个法济大师就是慢这个建宗禅师啊，就是慢一代，下一代，下一代他一直在传那个就是一直用语言一直在教人那个对，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那个心灵那个对谈就是专门在做这个事那个建宗禅师就跟他讲说，佛祖正法那个历代能够掌天盘的这一些祖师他的正法直觉了王权，那个权就是解收了，就是说没有解收了讲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没有解收那个内容的如算海沙，与理何异？各位浅显，
海里面的沙有多少粒呀？没办法算了。我们随便下去抓一把起来都算已经算不完了。所以对理呀，就是没有帮助。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你没有抓到根源。你研究很多那一些不关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事啊，就好像入海算沙，无路用啊！你规世人打拼都算不出来啦。你算得出来死翘翘，死翘翘都算不出来，这表示没有用啊。所以我们都是要直截了当，针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努力，你抓到这个本体，从本体努力成就，绝对成就。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了解到，那底下就教他说你要怎么样，莫存诸见，然后泯绝外缘。我们假如说能够所以或许都讲，文字真的是很好用。为什么？只有12个字啊，莫存诸见，泯绝外缘，即汝真性，安尼尔啦。若搁较简单，后边是里面，干那莫存诸见，泯绝外缘就可以了，到无极了。各位就看这么简单扼要我们的知见哇太多了啦所以把我们所有知见都去掉。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说万缘放下，我们用这4个字最好的莫存知见，就是万缘放下。你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你的本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简不简单？非常简单。我们就是不肯一定要存着知见我们说莫存知见我们不肯把知见都放掉我们会想我用足侪钱去学的呢我会知影这见解都花了好多时间金钱去学来的嘞怎么要把它放掉不肯放掉，所以我们就只有6道轮回了。肯放掉才能够回归本位了真的是所以我们底下是一于真空出世间，一于真空，我们只要讲真空，空中不空空中有我们的佛性叫真空真空呢就妙有妙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才叫妙有真空妙有都是咱的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真空妙有各位体会了真空妙有我的佛性所以我们了解都是很亲切的啦很亲切的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出世间亦真空出世间完成的劳劳碌碌完成的所有一切都已经我们都超越了。可怜迷者与行返说我们众生真的很可怜。为什么？我们就好像蚂蚁行返也是讲6道轮回的意思那我们说有闲情逸致
然后看到蚂蚁，然后你注意看蚂蚁呀，看蚂蚁走路啊然后看它在做什么在忙一些什么事情，你会发现蚂蚁都在寻找食物了。然后它找到食物了以后它不会说一个人它一只蚂蚁一个人就把食物偷回去了，它会回去告诉它的同伴，然后就会带一堆的蚂蚁然后就走过来，把那一些呢大家分摊，然后运回去。所以我们呢有时候你观察微细一点，会体会到不一样的那一种这个心境你体会到他们那一种分工合作，体会到他们呢没有自私，不会说找到食物我占据我来吃，别人都不管了，不会嘞，他会回去通知大家来把那一些食物都分大家呢把它扛回去窝里面。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肉路这个完成了以后被现象这个阻碍了这个本体都出不来。然后在现象界之中我们又互相的勾心斗角互相的残害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小的蚂蚁，大的人物我们看看整个世界都很不平静不平静的由来都是我们人的私心都是这个样子。看看美国白人黑人看看那个泰国什么黄衫军红衫军，不是又正在争吗那个总又被拉下来然后又斗争又起又是全部都是人祸我们灾难人找人的灾难都是自己找来的。看看我们里面也一样我们这个小岛里面也一样也都很不平静。修到最好了不管完成是此生呢胜作三禅乐我们这一生能够呢遇到上天大开普度那个三禅我们了解就是色界的第三。初禅呢离生喜乐地，二禅定生喜乐地，三禅离喜妙乐地四禅就舍念清净地。到四禅的时候不用这个呼吸，也不用吃饭那个最快乐。可是三禅还没到，三禅只有进入妙乐了，喜乐已经超越了进入妙乐三禅我们呢就好像在三禅一样。那么好句常云万事闲很好的句子，我们呢都向上提升我们就常常来这个歌颂万事闲都这个没事。然后秋月原来看尽这个月秋天的月亮也满然后我们整个晚上都可以来看这个秋月。然后月云散去落河山这些云它消散到哪里去了，落到哪个山去了
这意思呢，就是呢，他们各有他们忙的地方所在，然后到头治疗方为了，到头来啊，我们要自己了却啊，我们自己，那个才真正的是对的目标。那修持他经呢，扣主观，我们不要执着别人怎么说，他会把我们要呢到达我们那个祖师的路啊，都呢这个已经有障碍啊，所以或者说这个以往啊修道的那个呢真的这个都有学识啊，讲的都很文言文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还要用一点心。尤其后学又没念书一看到那个诗词啊，哇，头大了他又用诗词来形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重要性。那么第12了忘我们就是把忘都要了了，然后归真，真呢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万虑空，也就是万也放下了万虑也都空，然后河沙环胜体通同这个河里面的沙跟呢海里面的沙河沙呢都是一样的沙，然后我们凡人跟圣人也都一样的体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用去分别论此全部呢都一样迷来尽是而头厌雾气皆如鹤出笼咱迷的时阵迷的时候迷昧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飞蛾看到亮它就呢去投亮的地方，投了就死掉了然后雾的时候好像那个鹤出笼被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鹤都已经呢哇海阔天空了，那个就领悟了，表示说我们呢没有领悟的时候都被身体关着领悟了以后哇身体关不了了，海阔天空。片月影分呢千溅水这个一片的月亮，也就是说上天的那个月亮已经呢这个显现了在我们地上的水所以这个千江有水就千江月这个呢就表示那个相跟呢完成的万象。那么孤松胜任40风那个松松梅竹这个呢都是经得其行所以表示呢他呢这个能够认清整个本质所以不在意那个外面的那个称赞跟讽刺都不在意了那40风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春夏秋冬不管是什么样的风，孤松呢它都能够这个独立不受影响。那么直息密气心地就是我们要去入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修苦劳生睡梦中，我们不要呢劳劳碌碌在凡尘一直在争一些物质争一些虚名这样呢就太不值得了所以那个以往的禅师呢就会借着这一些这个语言来劝我们呢说呢修道重要。那么底下呢从13开始一直往下，它是整个都连在一起的。那会因为要把
里面的一段一段把它分出来，所以才有说分呢13、14、16这样分下来，不然它是整个跟那个修道人在问的那个叶州大智慧海和尚底下呢这个大部分都是他的说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没有一法可以取，没有一法可以舍。说我们凡尘没有一法可取，也没有一法可舍，然后也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去来相遍十方界无一为可取，不是呢自身的财宝但仔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无可逾虑莫行思，莫求觅心性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不生，一切法本来不灭。若能如是解知佛常现前这个就是这个讲的就已经呢没事的状态之下全部都是在我们的整个那个清净的性分之中非常的理想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也一样没有一法可取，没有一法可舍也没有一法生灭，也没有一法去遍十方呢连一小小的微尘都是我们自身财宝这个呢跟我们上面讲的那个整个万象万事都是真心是有那个意味那个意味呢也在这里面所以呢他就勉励呢说仔细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然后一体三宝这个常自现前，时时刻刻都显现在我们眼前无可逾虑的不要怀疑，也不用呢去考虑也莫行思也莫求觅不要去找也不要去求心性本来清净因为寻思求觅就已经呢跑到外面的心向外了那一切本来呢它都如如不动这样的话呢知佛就常现前因为呢他有讲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所以里面呢这个僧人就问了说云何是一体三宝什么样的是一体三宝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什么是一体三宝这个慧海和尚呢就回答说心是佛，我们的心呢就是佛，不用呢将佛求佛就是讲唔免用咱的心去求心，用咱的心去求佛心就已经是佛心就是佛然后心就是法不用呢将法求法那佛跟法无二佛跟法是一样是一合佛跟法合起来就生佛法生即是一体三宝经里面呢有记载说心佛与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就是一样没有差别。那么身口意清净名为佛出世，三业清净名为佛灭度就已经佛涅槃了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身口意清净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造业也一样都是从身口意造业来受苦
那我们清净了，就已经佛示现在凡尘。